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新增嘅功能啦。佢喺程式選股入面咧，個名叫做咧港股移動監察。好啦，咁啊，我哋打開呢一個港股移動監察啊，你可以睇到喺所有嘅香港股票入面咧，或者喺我哋當前睇到嘅成個市場而家嘅呢一個表現背後啦，可以好明顯咁睇到咧，就係話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選股條件、選股功能，可以俾我哋進行一個監控呢個市場上出現呢啲信號嘅一啲股票。比如話咧，你用5分鐘 MACD 監察，係嘛？咁如果今日或者尋日出現咗嘅話，呢啲 MACD 5分鐘監察嘅信號嘅話，咁佢就會喺呢度咧跳現出嚟嘅。你亦都係同時去打開佢嘅呢一個互動圖表，係嘛？咁可以睇到佢嘅呢一個相關嘅一個走勢圖啦。咁我哋去睇翻5分鐘週期5分鐘嘅呢一個10日線啦。咁同樣咧，你就去打開翻你嘅呢一個指標，比如話係嘛？你如果係用慣咗呢個 MACD 圖嘅話，咁你就可以用翻佢嘅 MACD 嘅呢一個5分鐘監測去睇一睇，佢具體喺邊一度咧會出現，係嘛？或者喺呢一度咧會唔會有其他嘅呢啲信號啦？比如話，如果你係用 KDJ 又好，或者用 RSI 又好，咁其實咧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到嘅。所以咧，我哋咧喺當前嘅呢一個市場環境背後嘅話咁睇大家嘅呢一個需求啦，好嘛？咁呢度咧亦都包括咗我哋嘅呢一啲 KDJ 啦、EMA 啦、ISI 啦等等，你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出嚟嘅。所以咧，如果喺小級別上你覺得唔夠準確，咁其實咧大級別1小時圖往往咧會更加出現更加準確嘅呢一個信號提示嘅。所以咧好多嘢咧，我哋咧都可以喺呢個位度咧出現相關層面上嘅佢嘅一個決策，同埋咧去睇翻成個市場上咧喺現時嘅資金形態或者現時嘅呢一個市場嘅走勢入面咧，達到我哋嘅呢一個後果嘅時候咧應該去點去做一個選擇嘅問題，好嘛？好啦，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港股移動監察嘅一個功能嘅使用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再試一試嘅。好多謝各位同學。